第4點，龜湯 Turtle Soup。海龜湯交易策略係另一種交易模型，佢結合咗市場方向、流動性突襲以及公允價值缺口入場嘅概念。當價格跌破近期低點，同時又保持喺看漲公允價值缺口上方嘅時候，就會出現高概率嘅看漲海龜湯形態。同樣地，當價格突破近期高點上方嘅流動性，同時又處於看跌公允價值缺口下方嘅時候，就會出現看跌海龜湯形態。咁我哋應該點樣入市呢？就好似你喺呢個例子見到嘅，市場明顯係上升趨勢，所以我哋淨係會考慮買入機會。但係應該喺邊度設定入場位呢？呢個需求區睇起身係一個幾有潛力嘅買入限價區。不過作為聰明錢交易員，我哋知道呢個區域係好多散戶會入市，以及將止損設喺下面嘅地方，亦即係話喺呢個水平有好大機會會出現操控，專門針對賣方流動性。如果你再望向左邊，會發現有個公允價值缺口。呢度都可以係一個好好嘅需求區，用嚟做多單入場。要做龜湯 Turtle Soup 策略，我哋會等價格落到擺動低點下邊嘅流動性位置，並且喺公允價值缺口 FVG 出現拒絕跡象。一旦價格返回區間裏面，我哋就可以開多單，止損就放喺呢個區域下面，然後目標就係市場前面下一個重要水平